我係 Wilton Key， 宏利香港及澳門行政總裁。咁我本身係一個精算師啦，呢個專業咧都係講求咧點樣應對各種唔同嘅變數。作為企業嘅領導，我一直都係用呢種思維嚟到去應對唔同嘅問題，唔係要等到嗰個問題出現嘅時候先處理風險，亦要及早預見同埋咧提早做好準備嘅。我對自己工作要求好高嘅，要長期都保持喺最佳嘅狀態。但我發現咧拼搏咗一段日子之後咧，自己嘅身體咧冇之前咧恢復得咁快。咁對於我嚟講咧，呢個其實已經就好似係一個早期風險嘅一個信號，而最合理嘅下一步咧就係立即採取行動。咁嗰陣時諗到一個方法啦，就係去街跑。其實最初跑起上嚟嘅時候咧，真係好辛苦嘅，真係要停低休息。咁但係我都唔放棄。咁最終固然3公里可以唔停跑完，5公里又得唔得呢？8公里又得唔得呢？雨天又好，打風又好，最後而家咧已經變成一個習慣啦。基本上我跑嘅時候咧，都係會跑10公里嘅。我睇運動咧係一個非常之精明嘅投資嚟嘅。你可能係用咗1個鐘頭嚟到去跑步，但係換嚟嘅咧可能係幾個鐘頭嘅壽命。咁所以短期之內，你可能為咗工作達標而犧牲健康，嗰刻未必即刻有事。但係其實你放棄嘅咧係一個長遠嘅得着。其實作為領導咧，當我係堅持去做運動嘅時候，其實身邊嘅人見到能夠做到呢個以身作則嘅精神嘅話咧，其實都係一樣非常之正面嘅一樣嘢咯。我成個職業生涯咧都係紮根喺保險業嘅，因為我相信保險能夠發揮嘅功能就係為未來做好準備。當危機出現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能夠得到適切嘅保障。而保險嘅角色唔單止係純粹規劃保障，而係當客戶有需要嘅時候，能夠主動提供適切嘅支援，陪佢哋走過最關鍵嘅一啲嘅時刻咯。